同小朋友溝通嘅時候，有冇曾經因為小朋友唔理解指令而感到吃力呢？有冇曾經試過喺管教嘅時候冇意識地使用咗言語暴力，即係說話嘅時候帶有傷害性、標籤性或者恐嚇性？常見嘅例子包括以嘲諷嘅語氣說話、貶低同埋批評子女等等。言語暴力除咗會破壞親子嘅關係之外，亦都會打擊子女嘅自信心。想同小朋友溝通時建立良好嘅關係，不如嘗試以下嘅正面溝通方法。認識非暴力溝通模式。同小朋友溝通嘅時候，可以嘗試運用非暴力溝通模式。非暴力溝通係由美國心理學家馬歇爾盧森堡博士創立嘅溝通模式，目的係增進對自己嘅愛，有效表達自己，同埋理解他人。以非暴力溝通模式溝通，一方面能夠於表達自己想法嘅同時，避免溝通變成衝突；另一方面可以建立健康良好嘅親子關係，同埋提升小朋友嘅自信心。非暴力溝通嘅4個步驟。非暴力溝通有4個步驟，當中包括觀察、感受、需要同埋請求。呢4個簡單嘅步驟可以幫助到我哋有效溫柔咁表達自己同埋與人溝通。1、觀察，陳述具體行為同埋狀況，只係講出對當刻情況嘅觀察，集中陳述事實，並唔帶任何嘅評論。例如，我見到你睇緊書，或者我見到你做功課嘅時候間中會玩玩具。2、感受，講出我嘅感受係點樣嘅。例如，我好嬲，或者我好高興。3、需要，直接講出自己真正嘅需要或者重視嘅價值。例如，我重視誠實，或者我需要寧靜嘅環境專心工作。4、請求，提出明確嘅請求，以請你作為句式。例如，請你保持安靜10分鐘，或者請你幫手清潔。我哋可以以小朋友玩完玩具之後經常冇收拾好為例，應用非暴力溝通嘅模式，表達自己嘅感受同埋進行有效嘅溝通。可以1、先講出觀察，我見到你玩完玩具之後隨意咁放喺地下，依家地下有啲混亂，大家經過嘅時候就會好容易棘親啦。2、講出自己嘅感受，呢個情況令我感到好失望，因為呢個情況已經發生咗好多次，而我亦都提醒咗你好多次啦。3、講出自己嘅需要或者重視嘅價值，因為我重視整齊。4、最後講出自己嘅請求，請你將玩具收拾好，放返入玩具箱入面。以非暴力溝通嘅模式同小朋友溝通嘅時候，包括4個步驟，可以概括為以下嘅句式：我觀察到 A 呢件事，我感到 B， 我注重 C， 請你 D。使用非暴力溝通嘅目的，並唔係要控制小朋友嘅行為，而係透過溝通更加了解對方嘅感受同埋需要。大家可以嘗試運用非暴力溝通嘅4個步驟喺日常溝通上。
逐步同小朋友建立良好嘅親子關係，避免讓溝通變成衝突。